胡子哥，我最近刷朋友圈睇視頻，見到好多中介喺度發公底房，單價平好多喎，比手一戶平成一大截，真係好吸引我。但係我又有啲唔踏實，點解會平咁多？呢啲公底房究竟可唔可以買？會唔會有風險？我哋係買嚟結婚嘅，好驚買錯踩坑。嗱，首先同你講下，平嘢就冇好嘢，風險就肯定好大嘅。咁我同你講，你一時之間買錯咗咧，拖延你自己本身嘅分期，唔單止嚇，有可能就係錢俾咗人，屋你攞唔到，即係正式嗰種叫做前房兩空噶啦。咁咧，通常公底房咧喺我嘅經驗入邊睇咧，就分3種嘅。先從最危險、風險最大嘅開始講，一路講到最普通、最穩陣嘅。嗱，首先第一種就係真正嘅公底房。咁通常呢啲公底房咧就係開發商唔想結工程款俾工程方。咁啊用屋嚟抵數啦，咁啊工程方啊肯定想要錢唔想要房噶啦，咁佢急需變現咧，咁通常肯定會平過市場價10幾20萬嘅，唔出奇嘅，的確都好吸引。咁但係最大問題最容易出事咧就係呢種啦，因為咧你嘅錢唔係直接俾開發商嘅，你係俾個工程佬噶。咁雖然手續咧都係開發商辦，但係你嘅錢咧唔係入住建嘅監管賬戶入邊。中間如果係出現拖延更名手續嘅話咧，你啲錢就好被動啦。你點追嘅工程方啊？咁仲有一種問題就係，因為你呢種咧唔係屬於正常嘅買賣交易手續，你係預售房嘅話，到你收樓到你辦證，仲有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先去辦理。中間假如有債務糾紛、有查封嘅話咧，分分鐘影響你自己嚇。呢種情況咧喺其他城市咧都已經有案例發生過啦。就我哋中山市東區某個樓盤啦，咁啊都係工程貨，都係公底房。咁我哋嘅粉絲咧就跟嗰個工程佬買咗啦嚇。咁啊接下來咧錢啊俾咗啦，等開發商辦手續。問題就嚟啦，因為開發商發現你工程方咧可以揾到客戶，喂，揾到客戶喎，攞多2套抵咗佢啦。OK， 問題就嚟啦，工程方唔制。咁好啦，大家咪拖延咯。開發商想你抵多2套，工程方又唔制，你就最被動啦，錢就俾咗人。所以一啲情況，大家一定要注意風險嚇。咁至於另外一種咧，就係名義上嘅公底房。咁通常呢啲公底房咧係包裝出嚟嘅。其實就係開發商想降價，又唔想支持啲業主有意見去鬧市，係咪啊？平靜啲。咁所以咧，用公底房嘅形式去包裝呢啲情況。咁但係你唔好以為簽名係同開發商簽，錢係入資金監管帳戶就好安全好穩陣喎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，因為呢啲屋嘅價錢係突然之間比之前平咗1截嘅。咁通常呢啲情況咧，開發商需要去鑄建去調整備案價，短則咧1到2個星期，長則咧1到2個月。咁時間方面你就好被動噶啦。咁風險咧就相對嚟講保險啲嘅。咁但係影響你自己嘅日常計劃咧，咁頭大啦。至於最安全嘅公底房咧，喺胡子哥嘅理解入邊咧，就係工程方認輸啦，直接就已經將間屋攞咗落嚟啦，寫咗名啦，我哋跟住進行呢個二手房交易。因為咧佢已經攞咗名啦，同埋咧時間就未滿2年，通常稅費方面咧會比較高啲嘅。咁所以佢唔會話好似第一種咁樣平10幾20萬。最多係平少少嘅啫，優惠少少嘅啫。但係呢種產品係最安全、最穩陣，因為你二手過戶之後咧，馬上可以出證，馬上放款，個證攞到啦，心安好多噶嘛。咁最後你係點樣去睇呢樣嘢？點樣去揀呢？胡子哥一句總結啦，風險同利潤肯定係成正比嘅，睇你自己貪唔貪心嘅啫。如果其他粉絲有關於購房上嘅難題，需要諮詢胡子哥嘅，歡迎喺直播間繼續問我。